大家好，我係各位。之前影片有介紹過一個啟德嘅啟欣苑啊，塔訂單位數目係幾多間到嘅。同一時間啲媒體都報道咗相關嘅數字噶噃，有啲社會上嘅迴響嘅。好多朋友都問到話，今次留意到呢個嘅塔訂數目好似好多到咯噃，係咪因為之前嘅 MIC 嘅風波所致呢？咁樣咁啊，更加上係咪影響咗一啲嘅業主去成交嘅狀況呢？咁樣咁啊，嘗試下呢，同大家比對下其他嘅屋苑嘅狀況，了解下當中嘅一個真正嘅原因係咪 MIC 嘅風波所致啦。另一方面，得話下首先嘅噃，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分享影片出去，俾個 like 個影片喺咗頻道先，咁啊大家支持嘅。咁啊嚟緊呢個居屋2024當中啊，喺呢個嘅第二季，即係4至6月期間就進行揀樓嘅。除咗5個嘅新屋苑之外，有一批單位會重售，其中包括咗啟德嘅啟欣苑之外，都有其他嘅屋苑嘅。嗱，嘗試下了解下呢個啟欣苑係呢個塔訂數目係多定係少，比例係高定係低嘅話呢，可以更加同大家去介紹下其他屋苑嘅狀況先嘅。先介紹下呢個嘅屋苑當中包括咗呢個嘅超明苑喺將軍澳方面嘅，跟住仲有呢個嘅安達臣嘅安秀苑，仲有呢個嘅北角嘅企華苑，同埋呢個嘅土瓜灣嘅冠山苑等等，都有呢個嘅重售嘅單位嘅。先介紹下今次嘅啟欣苑先啦。咁啊，屋苑當方面有2座嘅大廈，總數有1840個嘅單位嘅。咁啊，最新嘅成交嘅記錄當中嘅塔訂嘅話，有74間到，佔咗屋苑嘅數目大概係4% 嘅比例到嘅。咁啊，跟住啦，睇下其他屋苑嘅狀況啦噃。嗱，先介紹下將軍澳嘅超明苑啦，總數呢有594個單位到嘅。咁啊，最新嚟講有29個單位就撻咗訂，即係換句話說，佔咗屋苑嘅比例係4.8% 到。跟住呢，就喺個嘅觀塘安達臣呢個嘅安秀苑，總數嘅話呢有1906個嘅單位，咁啊最新嘅撻訂呢有129間到，佔咗屋苑嘅比例係6.7% 嘅比例啊。跟住呢，就係北角嘅企華苑呢個樓王嘅屋苑啦，咁啊總數呢就有248個單位就少一啲，撻訂方面呢，最新係有9個單位到，咁啊佔咗屋苑嘅比例係3.6% 嘅。最後呢，呢個就係佢土瓜灣嘅冠山苑啊，咁啊大概有495個單位，最新嚟講呢，有23個單位就撻咗訂，咁啊佔咗係4.6% 嘅比例。即係換句話說啦，頭先講咗一堆嘅數字嚟講啊，咁啊最多嘅撻訂嘅比例嘅話呢，係呢個嘅安秀苑129間，佔咗6.7%。緊接住嘅話呢，就係呢個嘅超明苑啊，咁啊就有29個單位撻咗訂，佔咗4.8%。之後呢，就到呢個冠山苑啊，有23個單位就撻咗訂，就佔咗4.6% 嘅比例。之後呢，先到呢個嘅啟欣苑74伙裏邊呢，就佔咗4% 嘅比例。最後呢，就係呢個嘅企華苑9間就3.6%。如果從呢個嘅比例上邊去睇嘅話呢，其實呢個嘅啟欣苑就唔係話佔得最多嘅比例嘅噃，反而呢，係呢個嘅安秀苑啊佔咗比較高嘅比例6.7%。一般嚟講呢，我哋都見得到一啲嘅即係屋苑準備去收樓嘅時間到啦，即係越接近收樓嘅階段嘅話，亦都有一啲嘅業主咧去選擇撻訂嘅。咁啊，之前嘅啟欣苑已經係立咗伙啦，咁樣咁啊嚟緊呢個嘅安秀苑啊，應該都即將進行呢個嘅收樓嘅階段。咁亦都唔排除啦，呢個嘅即係撻訂嘅比例會再高一啲，都未定噶噃。咁啊睇翻，如果按呢個嘅數學上面嘅睇翻嘅比對嘅話呢，呢個嘅啟欣苑亦都唔係所講嘅係特別高嘅一個嘅數目同埋比例嘅噃，反過來咧應該要講嘅話係呢個安秀苑係最多嘅數目同埋比例最高嘅情況添嘅。唔知會唔會因為呢個嘅安秀苑嗰個嘅位置上邊咧，大家都覺得會唔會仲有啲嘅空間，可能都要考慮下其他屋苑咧，就未必話想買呢個屋苑都未定嘅咁樣。不過將來嚟講，亦都有個嘅即係環保嘅運輸系統咧，都會去到呢個附近嘅位置嘅，都會進一步完善區內嘅交通嘅狀況嘅。不如轉睇下啦。咁啊，講完咗呢個啟欣苑嘅撻訂裏邊呢，似乎亦都唔係所謂所講嘅係特別高嘅狀況嚟嘅，都係佔咗4% 嘅比例到嘅啫。特別再留意下一啲撻訂當中嘅一啲細節嘅情況先嘅。睇一睇一啲啟欣苑裏邊一啲嘅分佈先。咁啊，截到去3月嘅11號為止啊，咁啊總數嘅74間裏邊，咁啊包括咗4個嘅戶型裏邊，咁啊呢個嘅即係2房單位有8間撻訂，1房呢就有15間，
開放式有24間，咁啊納米式嘅話有27間到嘅，咁啊佔咗係最多嘅比例添。咁啊，另外啦，如果係用一個即係所謂係大細去做一個概括嘅話啦，咁啊200到百零尺嘅單位總數有51間，咁啊佔咗大概係70%嘅撻訂嘅數目添嘅。咁啊特別留意下啦喎，咁啊今次咧就相對嚟講係一啲嘅納米單位咧有27間，即係大概佔咗係40%嘅比例添嘅。我哋可以再睇一睇呢個嘅資料表先啦。咁啊，都統計咗相關嘅一啲嘅數字。咁啊，頭先所講啦，咁啊，呢個嘅納米單位咧，佔咗係有27間度。咁啊，因為呢個嘅啟欣苑方面咧，有320間一啲百零尺嘅單位啊。啊，會唔會係同一個嘅過去一啲經驗做一個參考喎？啊，過去一啲綠置居當中咧，大家可能都詬病到一啲百零尺嘅單位太細啦。咁啊，買咗翻嚟咧，可能改善唔到居住環境添㗎噃。咁啊，過去嚟講，甚至乎有啲嘅，譬如青富苑同埋蝶翠苑等等一啲嘅百零尺咧，更加係滯銷賣唔晒，亦都有相當多嘅單位咧係喺即係收樓之前咧，亦都撻咗訂去重售嘅。經過咗幾次嘅重售嘅話咧，終於都賣得晒一啲嘅單位添嘅。又會唔會今次嘅撻訂當中咧，可以留意一下？亦都唔係話唔排除咧，有啲係喺今年嘅年初1至到3月期間啊，都留意到有唔少一啲嘅係大概30間鬆啲度咧，就係1至3月期間就撻咗訂嘅。都係屬於一啲可能細少少面積嘅單位添。咁啊，會唔會一啲嘅業主啊，係考慮到可能個居住嘅空間，去選擇可能第時就買啲其他單位咧，咁樣亦都放棄咗今次買呢個細單位嘅機會咧，咁樣。咁啊，見得到今次個納米嘅單位咧，個比例都係相當之高嘅情況嚟嘅，亦都有啲唔少咧，見得到係一啲喺2025年嘅時間，即係年初度咧係撻訂嘅記錄嚟嘅，有啲可能喺2024年嘅年底都有。咁啊，所以我見得到咧，可能係有啲嘅買家未必單純所謂嘅 MIC 嘅風波所致嘅，可能係喺舊年嘅年底，亦都出現咗啲撻訂嘅記錄都有嘅。咁啊，大概而言咧，咁啊各佔一半啦。咁啊，即係今年年初嘅話，就大概係30間到。之前咧都出現咗大概30零間嘅撻訂嘅記錄嘅。咁啊，至於大家認為呢個嘅即係啟欣苑嘅撻訂當中嘅風波係咪因為 MIC 所致咧？咁大家可以自己進行呢個嘅分析同埋呢個嘅即係去討論嘅情況啦噃。不過我睇翻個數字上邊咧，咁啊你話係咪真係好多咧？咁啊亦都不及於呢個安秀苑嘅比例添嘅。今日講咗先咯，最後都宣傳下先嘅，希望大家訂閱我 channel 啦，同埋分享影片出去，更加希望多幫手睇影片同埋講個浪之後頻道啦噃。下次影片再見啦，拜拜。